南投县动物保护自治条例草案三读通过，这当中的第17条是让人改读做全面来禁止山猪条。今晚农业部是提出意见，认为讲这改良式的限制呢，应该是会当免受限制。也毋过动保团体是认为讲袂当拍破禁用的规定。 先把脚的部分。南投县大部分是山区，抗动物陷阱也是山猪条状况真普遍。为少流浪鸟狗着陷阱着受伤，变做三脚猫、三脚狗。所以南投县府有定动物保护自治条例，也经过议会三读通过。内底条文有立法全面禁止使用山猪条，但三读的草案送农业部审核了后，中央提出一寡意见。南投县府8日嘛和动保团体开座谈会。 动保团体开会进行画口号，诉求县府要依持禁止使用山猪条的主张。全面禁止山猪条，立法刻不容缓。南投动团跟全国12个动团所共同的诉求，全面禁止山猪条的条款，希望能够尽速入法。家畜所在查缉山猪条的时候为主责机关，希望警方能够协助处理。 针对南投县动保自治条例草案第17条，专管禁用山猪条，农业部提供的意见是根据《野生动物保育法》，危害公共、家禽、家畜等安全，使用改良式蜡具无受到限制。另外，第17条第2项，查缉山猪条必要时会当会同警方处理。 内政部认为条文内底必要时的判定无明确要件甲定数，嘛建议提掉。 我们今天你要拟具这个结论以后里面啊，会跟农业部里面再进行一些初步的沟通，再经过现住的法规小组修正以后，再提县议会来做三读通过。 南投县府农业处表示，当初拟定条例草案的时阵，是收集地方意见才制定的。后续照中央意见重新议定，同款会开座谈会收集地方意见，甲农业部沟通了后，会个案定数送审议，协备完成才会颁布。记者许平仪南投报道。